维允，跟母后说说，近来帝师都教了你些什么？老师近日在带儿臣研读史书，儿臣看到书上记载，越州之东有交海，海中有鲛人。这些鲛人就是雷州人所信的龙尾神，平时像鱼一样生活在海里，眼泪遇风可以化成鲛珠，在夜里可以发光。母后，儿臣听闻龙尾神神姿高彻，您当年将龙尾神迎请到天启城，举朝上下凡见真容的人，无有不服膺的。此事当真吗？可书上不是说鲛人有鲛鲨保护，鲛鲨发起怒来，连过往的船只都能咬碎。母后，你不害怕鲛鲨吗？母后当然害怕鲛鲨，但是母后有想保护的人，有不得不去做的事情，所以就算是害怕，母后也一定会去的。维允，你呢？身为一国之君，以后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、险境，一定会比鲛鲨可怕得多。但是你还是要坚定自己的信念，保护你的子民。就像你父皇一样。母后，您说的话跟老师说的一模一样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母后。儿臣这会儿就要去求见老师。母后不也很喜欢听老师讲课吗？跟儿臣一起去吧。帝师的身体一向不好，你自己去求学也就罢了，还要带着我这个学生，不怕帝师辛苦吗？老师的身体儿臣一向都很注意，也嘱咐了御医每日去请平安脉。他的身体已经比前几年好了许多，母后就跟我一起去吧。老师看到母后也会很高兴的。好，母后便依你。落成生动